嗱，講到呢度，故事開始變得沉重起嚟。妖婆一走，亞斯蘭就好低沉咁講：我哋要即刻離開呢度，今晚要去貝魯那淺灘紮營。佢講嘅語氣冷冰冰，冇人敢問佢同妖婆究竟傾咗啲乜。大家耳邊仲回蕩住佢啱啱嗰聲怒哮，震到心口都仲未定。去往淺灘嘅路上，食完一餐簡單嘅午飯，太陽曬乾咗草地，大家就開始拆帳篷，收拾行李。未到2點，隊伍就出發，向西北慢慢行。亞斯蘭一路行，一路同彼得講佢嘅作戰計劃。佢話，妖婆完成咗佢喺附近嘅事，就會退返去佢個老巢準備守城。你有機會截住佢，但亦有可能截唔到。亞斯蘭講得好詳細，講到點樣部署人頭馬，點樣派偵察，點樣利用地形。彼得聽到最後忍唔住問：但係你唔會喺戰場上同我哋一齊？亞斯蘭停咗一停，只係淡淡咁講：我唔能夠保證。嗰一刻，空氣好似凝住咗，夜幕低垂，亞斯蘭變得沉重。去到貝魯那淺灘，河面寬闊，水淺，風聲輕輕。彼得建議喺河對岸紮營，驚妖婆夜襲。但亞斯蘭好似心不在焉，只係講唔會。佢今晚唔會攻擊。佢嘆咗一口好深嘅氣，嗰種氣聽到都覺得心痛。晚餐時，大家都靜晒。明明昨日仲係春天初現，希望滿滿，但今晚好似所有美好都開始遠離。蘇珊瞓唔着，露西都瞓唔着，兩姊妹喺帳篷入面輾轉反側，最後忍唔住一齊起身。兩姊妹跟住亞斯蘭，佢哋見到亞斯蘭一個人，慢慢咁，孤零零咁走入樹林。佢哋冇講嘢，只係靜靜咁跟住。亞斯蘭行得好慢，頭低低，尾垂垂，好似背住一座山咁重。佢哋第一次見到佢咁樣。行到一半，亞斯蘭終於停低，望住佢哋。孩子們，你哋點解跟住我？露西話：我哋瞓唔着。蘇珊問：我哋可唔可以陪你？無論你去邊。亞斯蘭沉默咗一陣，最後講：今晚我需要有人陪，但係你哋要答應我，我叫你哋停，你哋就要停。兩姊妹點頭，佢哋一左一右，手放喺佢鬃毛上，陪住佢慢慢行。佢哋一直都想咁做，但以前從來唔敢。亞斯蘭嘆息：我唔係病，我只係好悲傷，好孤單。石卓山頂的黑暗儀式，行到石卓山腳，亞斯蘭叫佢哋停低。孩子們，你哋要留喺呢度，無論發生乜事，都唔好俾人發現你哋。永別了。兩姊妹忍唔住攬住佢，
喊到收唔到聲。佢哋親佢嘅鬃毛、鼻尖、爪子，然後亞斯蘭轉身，獨自走上山頂。路西同蘇珊躲喺灌木叢後面，望住山頂嘅景象。火把、黑煙、邪惡嘅生物一大堆，食人魔、牛頭怪、惡樹精、母夜叉、陰魂、妖怪，全部圍住石桌。妖婆企喺中央等住。當亞斯蘭出現時，所有怪物都驚叫後退，但妖婆好快就恢復冷笑。嗰個笨蛋，佢嚟咗，捆住佢。4個母夜叉衝上前，本來仲驚，但見亞斯蘭完全冇反抗，就尖叫住撲埋去。一大堆怪物湧上前，把亞斯蘭壓倒、綁住、拖行。佢哋剃走佢嘅鬃毛，邊笑邊侮辱佢。咪咪咪，小貓咪，你今日捉咗幾多老鼠啊？要唔要飲牛奶啊？路西忍唔住喊，佢哋點可以咁樣？亞斯蘭被拖上石桌，綁到動彈不得。妖婆的刀落下，4支火把照住石桌。妖婆舉起嗰把古怪嘅石刀，刀身反射住紅色火光。佢彎低身，喺亞斯蘭耳邊低語：你以為你救到嗰個叛徒？你死咗之後，我一樣可以殺佢。你送咗自己條命俾我，仲救唔到佢。納尼亞永遠都係我嘅。兩姊妹忍唔住遮住眼睛。刀落下去嘅一刻，佢哋聽唔到，但佢哋知道發生咗乜。石桌山頂，妖婆贏咗，至少佢以為佢贏咗。